是啊。好，干得漂亮！好，必须的。我就知道是你们这帮小兔崽子干的啊！没事儿，他们又不知道是我们干的。我说你们这帮孩子啊，这个心思一点不放到学习上，净干这些整人的事儿啊！不，你这样说话没道理，是他们欺人太甚，懂吗？不懂，我只知道这件事儿干得还可以。可是呢，你们都是学生啊，要以学业为重。我说的对吧，廖老师啊？放心吧，我们会好好学的。我还是那句话啊，咱们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儿。真有什么事儿，不还有您扛着呢吗？啊，廖老师，扛得住吗？好好扛啊！行了，别看了，看一保安干什么？练！怎么样，斌哥？保安最近当的还习惯吧？习惯个屁！倩倩，路上小心啊！走了，斌哥。安全第一啊！冰云，回家去。回家去。哎，你在学校能不能收敛一点儿？这是学校。那儿才是学校。强死！哎，那个晚上有没有事儿啊？一起去看电影啊？我晚上还得备课呢，不去了。你一个美术老师备什么课呀？哎，廖老师，我怎么觉得你这句话说的不太友好啊？没有啊，很友好啊，奥特曼小怪兽一样友好。廖学兵，你说谁是小怪兽？你不是。这个不去看电影也行，要不我们去吃饭吧？我发现了一个东南亚菜馆，非常好吃。真不去了，明天吧，好吗？是，女王。真乖，走了啊。安全第一啊！安全第一啊！安全第一！同学，接着来，他们不行，学球。没事吧？你丫是不是故意的？我故意的，怎么了？再说一遍，还要动手别动手，是不是？冷静啊！别忍吧，孙子，要以前老子废了你，知不知道？李玉忠啊，你就是个小流氓、小混混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们学校就是流氓学校、垃圾学校。对，你们学校老师都被我们学校挖走了，就那个教物理的钱老师，还跟我们提起过你，说你就是个混球。再说一遍，你信不信我弄死你？不用不相信，你回去看看你们物理老师是不是换人了。反正也可能没老师，他们也不用学习，靠打架就能保送了。走，兄弟们！呸！听说了吗？他们学校还有个二毕业老师，竟然为了留下来去当保安了。哎，我靠，等我！
签了字了，你们就是我的人，每个人2万。到了那边先拿半年的奖金，工资比这边高1倍，年底3薪。好了，走吧。给你们2条路：第一，工资减半，奖金取消，继续留在玉吉乡。凭什么你说减就减啊？凭什么？就凭学校现在升学率低，又拉不到赞助，雇员们都赔钱，又是私立学校，得不到国家的扶持，那你们说，这学校还能养着你们？张校长，缺钱了，别减半呀。这样啊，我的呢1分都不要了，都给你，就当我是赏你的，啊。你呢？你这是在逼我们走啊！别急呀，我还有第2条路呢。去我给你们安排的学校当老师，待遇不变，甚至比这个地方还要高一点。到哪儿不是教学生啊？你考虑考虑。